喺賈斯丁嘅手機上彈出一個廣告話：你需要禱告嗎？我哋會關注你。唔係咁啱係嘛？嗰晚其實佢係特別難受噶，佢啱啱先至求告各路神明，跟住禮手又去鬧人，佢發誓要改過自身，跟住又去飲酒吸毒，所以佢係不抱任何期望地點咗入去，之後就發現自己係同大衛喺度溝通同埋禱告啊！呢一位係好溫柔、關懷同埋真心聆聽嘅教友嚟噶。傾咗一個星期偈之後，大衛就邀請賈斯丁參加附近嘅安息日教會聚會。冇逼佢噶，純粹係一個公開邀請。雖然賈斯丁猶豫咗一下，不過最尾同意啦。當佢行入教會嘅時候，佢發現呢個唔係淨係建築物，仲有回憶啊，就係曾經喺基督復臨安息會個學校讀過1年書嘅回憶啊。譬如有早會靈修啦、聖經故事同埋曾經觸動佢心靈嘅真理。當敬拜結束之後，佢入咗去安息日學嘅教室裏邊，揾到一套亞瑟麥克斯維爾嘅聖經故事書。呢個就係以前曾經聽佢老師所讀過嘅書。呢個真係觸動佢嘅內心。今日賈斯丁佢受洗啦，呢一切都係因為聖靈透過真實嘅人同埋媒體事工，將人同當地教會中嘅人聯繫起嚟。呢個就係混合傳福音嘅潛力啦。首先係喺線上接觸人，然之後將佢哋同當地教會聯繫起嚟。當我哋按照綜合奉獻計劃去奉獻嘅時候呢，我哋就係喺度支持宣教項目，就好似幫助賈斯丁認識主嘅事工一樣。但係呢個僅僅只係開始。嗰啲被媒體事工觸動而走進我哋教會嘅人，關懷同個人事工係一定需要協助跟進㗎。賈斯丁嘅故事提醒我哋，媒體事工同個人嘅參與必須齊頭並進，因為我哋要將福音分享俾每個國家、部落、語言同埋民族。當我哋歸還11同埋奉獻嘅時候，讓我哋記得外面可能正在有人尋找可以回轉嘅方法，就好似賈斯丁咁。依家呢啲人經常喺網上尋找答案。當我哋歸還11同埋承諾奉獻嘅時候，願我哋將自己嘅慾望放喺最後，而將上帝放在第一位。